对台语的读音发现新学。对台语的轻声调来讲起，学习台语的人拢知，在台湾上主流的台语腔口，就是对清国时代的漳州府甲泉州府这两个所在来的。经过清选的结果，形成台语有北部腔甲南部腔的争差。虽然有北部腔甲南部腔的差异，无同款腔口的人在对话，嘛袂有甚物阻碍。不过，我有看见一个较大的问题，就是轻声调在口语的使用上，豆豆在失去。台语的轻声调，通讲是台语上水的一部分，因为通过轻声调来凸显话语中的重点，互人通清楚要表达的内容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下班了后来去啉一杯，甲今仔日下班了后来去啉两杯，今仔日下班了后来去啉三杯。这三句话拢是同款的意思，重点毋是啉几杯，重点是啉。惊死，惊死，惊死，汉字写出来拢是惊死。不过，惊死是咧讲惊死这项事，惊死是讲一个人真无胆，惊死是讲受到吓惊到强要死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教会的信徒读上帝看伊是好，拢是上帝看伊是好，伊无转调。照台语的语法来讲，这个伊必须是好。不过，巴克勒牧师翻译的时是安尼写：上帝看伊是好，是毋是好的关键在于上帝安怎看，看才是这句话的重点。是上帝的主权决定什么是好。对我来讲，从我对旧约连接到新约，马丁路德指出，人是罪人，也是义人，也就是巴克勒牧师的翻译所表达的上帝的主权。虽然圣经的原文并无强调看的内涵，总是通过台语轻声调的使用，用语言的特殊性，却表达出真重要的神学意义。